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政府統計處今日4月23日公布2026年1月至3月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，經季節性調整後，失業率由之前 3.8% 微跌至 3.7%， 就業不足率亦由 1.7% 跌至 1.6%， 顯示勞動市場有輕微改善。總就業人數由之前3663000人跌至3655700人，減少大約7300人，總勞動人口亦減少約5300人，失業人數增加約1900人到136600人，但就業不足人數減少3300人。住宿服務業失業率有明顯跌幅，地基及上蓋工程業就業不足率都有好轉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，香港經濟持續增長，應該會為整體勞動市場提供支持。政府會繼續密切觀察地緣政治局勢的發展。呢個新聞主要講香港勞動市場最新情況，失業率同就業不足率都有輕微改善。住宿服務業表現較好，但總就業人數同勞動人口輕微減少，反映市場整體穩定，但未算十分強勁。邊啲因素會導致失業率增加？主要因素包括經濟增長放慢、消費同投資減少、外部衝擊例如疫情、地緣政治緊張、全球貿易問題，或者某些行業出現結構性調整。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經濟體，最容易受外圍環境影響。香港過去經歷過咩時候都係咁。香港其實經歷過幾次失業率明顯上升的時期。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，2003年沙士疫情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，2020年疫情高峰期，每次失業率都曾升到5%至8%以上。呢啲因素通常有冇咩轉機？有，歷史上每次危機之後都有轉機，主要來自3方面：政府推出刺激措施同支援計劃，受影響行業逐步復甦，以及新興行業冒起創造新職位，會引申出咩類型行業？呢類轉型通常帶動以下新興行業：綠色金融同可持續發展、金融科技、人工智能同數據中心、長者護理同醫療健康服務、創意產業、文化、旅遊同電商物流、綠色建築同環保科技。呢啲行業唔單止創造職位，仲需要新技能，例如數碼能力同跨界知識。從呢個新聞我哋可以學到咩？最重要係勞動市場永遠有波動，但香港人有強大適應力。個人層面，我哋可以保持學習新技能，留意經濟趨勢同政府政策，培養彈性思維，唔好將自己鎖死喺單一行業。經濟增長同就業機會係互相支持的，只要大家同政府一齊努力，香港勞動市場仲有好大空間。你最近有冇留意自己行業或者身邊朋友的就業情況？對呢個數據有咩睇法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一齊討論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記得讚好、訂閱。我們下一集再見。